门咱就会听见，开门咱就会听见，开门咱就会听见。开门，谢谢。哦，借着这陈千古文学协会，今仔日咱主办这个活动，哦，互咱用歌诗拍开咱文学的门，吼、啊，希望这个活动，吼、互大家感觉今仔日真欢喜，好无？好。啊嘛，希望到后一摆吼，咱阁有用无共款的形式吼，会当入无共款的所在。吼，继续甲咱陈武生吼，即个文学的传承的精神，吼，借着各位恁搁较侪创作，吼，咱会写愈侪诗，就会写愈侪文学作品，做伙来甲咱台湾的文学发扬，好无？我需要计较代志，无啥物意义，将门开开。我开始。